看拍頭先嘅影片，一下我來練習對話。有帶到雙證件和印章嗎？有帶到雙證件同印冇？有帶到雙證件同印冇？有帶到，有帶到，有帶到雙證件、雙證件、雙證件和印章嗎？同印冇？同印冇？好，接下來我們要練習整句話。有帶到雙證件和印章嗎？有帶到雙證件同印冇？有帶到雙證件同印冇？請問你為什麼要開戶？請問你做乜嘅愛開戶？請問你做乜嘅愛開戶？開戶，開戶，開戶。請問你，請問你，請問你，為什麼做乜嘅？做乜嘅要開戶？愛開戶，愛開戶。好，接下來我們整句話來練習一遍。請問你為什麼要開戶？請問你做乜嘅愛開戶？請問你做乜嘅愛開戶？好，接下來我們要練習的是，現在開戶全部要照相，請看鏡頭。你下開戶做下愛翕相，請看鏡頭。你下開戶做下愛翕相，請看鏡頭。現在，你下開戶，開戶，開戶，全部要拍照。做下愛翕相，做下愛翕相，請看鏡頭，請看鏡頭，請看鏡頭。好，現在我們整句來練習一遍。現在開戶全部要拍照，請看鏡頭。你下開戶做下愛翕相，請看鏡頭。你下開戶做下愛翕相，請看鏡頭。好，下一句，請等一下，辦好了會叫你。請等一下，辦好了會喊你。請等一下，辦好了會喊你。請等一下，請等一下，請等一下，辦好了，辦好了，辦好了，會叫你，會喊你，會喊你。好，我們來練習整句話哦。請等一下，辦好了會叫你。請等一下，辦好了會喊你。請等一下，辦好了會喊你。好，以上的句型是我們這個單元常用的公務句型，大家一樣多說多聽多跟着念，這樣我們才會進步哦，加油！